家人生继续来看到艺人小 S 和伊阿姊大 S 好朋友翁仔，也有范晓萱做伙录节目。其中一集上新的节目，小 S 讲到伊写一首歌要送给已经过身的老爸，音乐一个放送，互伊伫咧节目当场放声吼。伊讲过去真怨恨伊的老爸，大汉了后，爸仔囝的感情慢慢变较好。2012年老爸过身，互伊足艰苦心，即马家己写歌要来悼念老爸，讲甲目屎流，目屎滴。我好想你，随时随地，我好恨你，突然离去。一字一句，拢是对老爸的孝念。小 S 听家己写的歌，目屎甘目甜。不该相信曾经那么恨你，不敢相信曾经希望你离去。伫个节目顶悬，伊的目屎嫩嫩个，口角刻喉，就连伫边的好朋友翁仔嘛对咧意目屎。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多恨我爸？为什么他要一直喝酒？可是后来他戒酒了，然后他变正常了，然后那个恨意瞬间就是消失。小 S 真罕咧伫镜头进前来讲到伊的老爸，佮讲这首写予老爸的歌欠拍的你，互伊伫录音室是安尼唱袂落去。怎么那么好哭啊？所以我每次录到一半，我就一直哭，然后就又。有人谣喊讲，小 S 的老爸和饲妈妈因个性袂合，伫个离婚真侪年了后，佮传出因为有欠债，互人压走去，拢是靠两个查某囝装钱来救人，安尼互查某囝伫当年对老爸有真侪怨叹，一直到大汉了后，才无过扣分。2012年，小 S 的老爸嘛因为肝癌来过身，安尼互因拢真毋甘。即马小 S 甲阿姊大 S。含这个好朋友翁仔范晓萱做伙来录这个真人秀的节目，嘛，互迷众看到姊妹仔大感情好。头摆来公开这条自创曲，嘛，互外界感受到小 S 对老爸深深的孝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